美國借諾瓦克案造勢，英國指外國試圖干預內政。2025年12月，英國18歲白人大學生諾瓦克被一名23歲錫克教徒持刀刺傷，因到場嘅警員輕信行兇者不實嘅指控，錯誤拘捕身受重傷嘅諾瓦克，令佢延誤救治而身亡。呢個本嚟只係一單警務處置失當嘅英國內政問題，然而案件近日卻再度發酵。全球首富馬斯克批評英國對白人存有偏見，美國國務院東出西方抵制雙重執法標準。副總統曼斯就將呢場悲劇歸咎於大規模移民，一單執法失誤嘅個案竟然引發外交紛爭，都實在讓人不解。案件核心問題在於英國前線警務人員處置失當，完全屬於英國內部司法治理同埋治安體系嘅整改範疇。英國司法系統已經啟動對涉事警員嘅內部追究，未發現存在種族歧視嘅事實，但美方就刻意忽略呢個基本事實，借民有嘅治安案件為自身保守派管治理念造勢。馬斯克首先將呢單警務失誤個案定性為英國社會對白人嘅系統性偏見，為事件注入種族對立嘅底色。隨後美國國務院將執法偏差放大為西方文明衰落嘅徵兆。美國副總統曼斯更進一步將問題歸咎於歐洲移民政策同精英管治，自此一單英國本土嘅刑事案件被強行與美國國內反移民嘅政治論述捆綁。美方嘅動機並唔複雜，馬斯克、曼斯等保守派代表需要鞏固白人嘅基本盤。英國諾瓦克悲劇剛好成為代表移民存在隱患嘅標誌性事件。講白啲就係為咗配合美國國內選舉政治嘅需求，英美兩國亦因此出現外交嘅對立。英國首相施紀賢直斥美方以相關嘅輿論正在干預英國民主，刻意製造社會撕裂。諾瓦克案嘅本質係一場英國內政問題外部化、司法問題輿論化、社會問題政治化嘅典型案例。佢暴露嘅唔單止係美國蓄意干預他國內政嘅慣用手法，更係西方內部管治分歧同盟友之間信任出現裂痕嘅深層寫照。